大家好，我係汪六，今日同大家開箱嘅係最新推出嘅限定 SHF 超人之母啊！今次呢個外盒咧，入邊超人之母嗰個圖畫咧，都係當年超人太郎入邊超人之母第一次出嗰個皮圖畫面嚟嘅。因為 SHF 嘅特徵都係依照翻當年啱啱播出嘅時候嗰個超人皮圖嘅設計，所以佢今次嘅官圖都係用翻第一次出場嘅超人之母嘅皮圖去作為佢嘅官圖嘅。咁啊，另外同大家睇埋後面啦，後面就整咗好多唔同嘅超人之母嘅啲動作出嚟啦。咁呢隻超人之母咧，就係我自己本身亦都係呢個 channel 入邊第一次開嘅女性超人 SHF， 所以都專登開一條片同大家睇下今次呢個女性超人 SHF 做得好唔好啦。而家即刻開盒同大家睇下入邊有啲咩配件先。今次呢隻超人之母計埋拳頭手就有5對手型，另外仲有呢個復原光線嘅配件噶。咁而家即刻拆出嚟同大家睇入邊做成點咯。成個超人之母嘅上色係同當時超人太郎入邊第一次出超人之母嘅時候差唔多嘅，可以話係佢嘅還原程度係相當之似。另外啦，睇翻佢嘅手同埋佢隻腳咧，亦都係做得比較纖細啲嘅，所以比起其他男性嘅 SHF 咧，今次女性嘅 SHF 咧又有第二種個體去做啦。另外佢嘅上身同埋下身位置亦都係做翻好多女性嘅特色嘅，所以對我嚟講咧，今次呢個女性素體咧，其實係做得幾好嘅。我知道啦，其實超人 SHF 入邊都出咗好多嘅女性 SHF 噶啦，好似隔離橋啊、卡魯麥拉啊咁樣。但係不過我係冇買其他女性嘅 SHF 超人，所以今次係我第一次接觸女性嘅 SHF 咧，對我嚟講簡直係大開眼界，可以話係感受到同其他男性特徵嘅 SHF 有好大嘅唔同之處啊！而家就再同大家試下佢嘅可動範圍啦。但係不過超和超人咧冇而家新世代超人裏邊咁多裝甲啊，所以其實以一個冇裝甲嘅超人嚟講咧，佢嘅可動範圍係完全唔需要擔心嘅。我哋首先睇下佢頭部先，向前噏，向後噏，左右。另外而家睇埋佢隻手啦，平舉，直情係90度嘅，可以呢度可以咁樣轉。另外手踭雙關節，手腕可以咁樣轉嘅。另外佢上身亦都可以咁樣喐啦，有個關節位360度都喐得嘅，條腰都可以咁樣喐嘅。另外睇下佢烏低身嘅程度啦，烏低身去到咁多嘅啫。另外隻腳亦都係有拉出式關節，咁就可以踢高，啲嘢都可以接嘅。仲有對鞋可以咁樣喐，呢個位都可以接嘅。所以其實佢成個程度係同普通 SHF 一樣，係冇乜點樣阻礙到佢嘅關節喐動嘅啫。超人之母就梗係同大家做翻啲女性嘅 pose 啦，咁就擺翻呢一個經常做出嘅超人之母動作出嚟嘅。可以見到佢成個骨架咧都係做翻女性嘅骨架，手同埋腳係比較纖細啦。當佢做翻啲女性 pose 嘅出嚟咧，可以話完全還原到劇入邊嘅感覺嘅，就唔似係一個男人嘅體格做呢個動作，所以成個 SHF 嘅模具係做得幾好噶，係完全還原到女性動作嘅一啲姿勢嘅。而家就同大家睇埋呢個復原光線啦，可以見到佢今次呢個復原光線都係同劇中一樣啦，以粉紅色為主，而且佢最左邊嘅部分咧，亦都係做咗啲透明嘅部分嘅。咁你望落去咧，就有種晶瑩剔透嘅感覺。咁佢今次係點樣安落去嘅咧？佢呢個件嘅入邊啊，呢一個位係一個手件嘅嘛，咁要將呢個手件套入去佢嗰個波裝度，咁樣就可以安到呢個件落去噶啦。而家就試一試，我要用幾耐時間先安到呢個件，再證明俾大家睇呢個件究竟易唔易安啦。成個件俾我嘅感覺咧，其實就唔難安嘅，只要大家對住翻佢凹入去嗰個位，然後再趴落去咧，其實就安到噶啦。但係不過咧，要做一個靚嘅動作咧，就真係要有啲難度嘅，而且有一個地方係要讚就係佢呢一個死光劍係比較輕身，係唔需要任何支架或者係唔需要用任何嘅特定姿勢都可以令到佢企到嘅。如果大家要去玩呢個死光劍嘅話咧，應該係冇難度嘅，係唔會令人哋有一種玩到發晒敏陣啊、好心急啊咁樣嘅感覺嘅。另外啦，好似我啱先話齋呢個咁嘅死光劍咧，同劇入邊嘅死光劍，我覺得係做得好似嘅。今次呢個死光劍係值得一讚嘅。トラの母がいる。そして太郎がここにいる。
咁樣齊晒一家三口呢，呢個畫面我相信好多朋友都等咗好耐噶啦，包括我自己在內啊。如果你係有玩埋新世代嘅朋友嘅話呢，你仲可以加埋隻泰加落去，咁樣就真係真真正正齊晒一家四口啦。呢一個畫面啊，我相信大家都等咗好耐噶啦，所以我都要專登咁樣拍一拍呢，嚟同大家慶祝一下嘅。今次呢個超人之舞呢，我覺得做得非常之唔錯噶。首先呢個係我自己第一隻嘅女性超人 SHF 啦，攞起上手玩起女性嘅 SHF， 我覺得感覺同玩男性嘅 SHF 好唔同啊！成個女性嘅骨架出晒嚟嘅，我真係覺得自己玩緊一個女性嘅角色，再加上佢嘅造型啦、上色啦，都係同翻我哋當時超人泰羅入邊第一次出超人之舞嗰個咁樣嘅皮套做得相當之像真㗎，所以我覺得自己咧係玩緊當年嘅皮套一樣啊！仲有我哋配合埋之前推出嘅超人之父啦，同埋超人太郎嘅話咧，一家三口終於集齊晒。加上如果你係新世代超人嘅 fans， 有埋超人泰加，一家四口都可以齊埋。呢一個咁樣嘅場景係相當之感動同埋興奮嘅。但係不過可能好多人都話啦，超人之舞咧今次係一個限定嘅 SHF， 價錢係比較貴嘅。但係不過我換翻個角度咁樣睇，其實超人太郎同埋超人之父呢兩隻 SHF都唔係以限定嘅形式出售，只係喺超人之舞呢一個角色入邊套上限定嘅字眼，掠多大家少少水啫。咁我覺得如果可以提晒一家三口，甚至乎一家四口嘅話咧，呢隻比貴少少都係無妨嘅。再加上其實你玩開超人 SHF 都知，有死光配件嘅超人 SHF 咧，其實收嘅價錢係會相當之貴嘅。我睇翻個價錢同平時有開死光件嘅超人 SHF 其實都係相差大概100至150蚊咁上下，所以我覺得價錢係合理噶。而一個咁樣嘅價錢就可以齊集到一家三口，甚至乎一家四口，我覺得係做得相當之抵嘅。身為一個超人 fans， 我覺得你都應該入手嘅。今次呢段片去呢度差唔多，如果大家想睇更多關於超人影片，記得訂閱頻道，仲有撳埋個鐘仔，一有新影片我即刻知道。唔好唔記得讚好、留言同埋分享呢段片出嚟。呢段片去呢度，我哋再見，拜拜。